3月11日美股前瞻：一、美股市場恐慌情緒延續，美股周一重挫。從技術面分析，納指日線級別 MA 均線呈空頭排列，顯示空頭力量強勁，而且周一大幅脫離5日均線，周線級別支撐破位，看後面4個交易日能不能收回去。二、摩根大通上調美國今年的經濟衰退風險，從2025年初的30%上調至40%。高盛經濟學家也將12個月經濟衰退概率從15%上調至20%。三、瑞銀大幅下調其對特斯拉2025年一季度交付預測至36.7萬輛，同比下降5%，環比下降26%，並下調特斯拉目標股價至225美元。市場對其銷量下滑、市場份額降低等問題擔憂加劇，股價也來到前期關鍵支撐點。四、諾和諾德下一代減肥藥實驗減重效果低於預期，公司股價跌超9%，投資者對其未來產品盈利預期下降，若後續不能改善產品效果或推出新的有效方案，股價將持續承壓。